看似没有共同话题的两种食材，需要一个求同存异的基础。微甜的椰汁打底，架起沟通的桥梁，让三者找到了共同的话题。它有椰心的清甜，也有榴莲的那个浓郁的香味，然后还有那个鸡也是特别的甜，特别。椰汁的清甜打开味蕾，榴莲的浓甜随即在口腔炸开，最后是鸡肉的回甜收尾。跨物种甜蜜联姻是火锅精神的完美体现。喜笑颜开，妈妈，这真是太好吃了！吃饱了想搂搂女朋友。面对好友的挑衅，也只有平宜的鸡汤能将伤心往事治愈。现在吃起来还是有股初恋的味道，还要给你讲一段初恋的故事来。没有人能拒绝一块沾满榴莲的鸡肉，